头锁倒来台湾来看台南七股这站公车的站名叫做320万。外地人看到拢滚生笑问讲，是毋是坐一届爱320万？即种就是七股的英格里。在地人讲，早年才种番薯，有一年320万条的番薯，互大水冲去，从此以后就叫这个名咯。另外，嘉义有一条梅山到北港的公车路线，标注是Jingle Bell，甲这个英语Jingle Bell这个鸭蛋的铃啊声共音，互网友讲遐吼365天应该拢有鸭蛋这个气氛。来到台南这个所在坐公车，看到公车站牌真侪人行一条，顶会写320万，就有人消遣讲，敢是坐一摆320万？可有人问这个人，敢是拢真好呀？啊，迄阵阮遮成绩远啊，讲起人，整个人拢出外做事业，拢趁钱来。啊，靠人命就安尼啦，啊，你这人是足好去啊你。啊，拢讲迄个几百万、几百万。公车站牌地点就设伫咧台南七股英格里遮，在地人讲，这个320万地名由来和番薯有关系。这个总文是一直有当时啊会课题河道改变，啊，到底因种的320万条的这个番薯会去互大水冲去，安尼啊，所以讲就从这个部落甲叫做320万。新式的公车站牌，佮家己遮牌顶写梅山到北港，后壁佮金高飞，这3字用华语落去读，就亲像一条歌。哦，我听英语耶。Jingle bell, jingle bell， 是这个吗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。敢有做成的，啊，这个站牌会名，敢嘛和耶诞节有关系。啊，算讲遐有一条狗啊，啊，全啊就家讲吼，安尼狗啊贵安尼就家讲狗贵安尼啦。虽然当地人讲耶诞老公无住伫咧遮，公车嘛毋是落甲落去有的，不过网友若经过遮，嘛是拢会感受到这种圣诞节的气氛。